讲为什么？也要啊，这个歌有那个它的意义，没有了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小男孩，那时候都是小男孩啊，他写了这一首歌。那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从台东上来的，然后就有一个女生，就是对阿美族的男生都很会那个写那种歌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要自问自答。我好像看到了那个女生有来，不是，没有，这个不要开玩笑，不然人家不好收拾。就是这首歌是因为我那时候从台东上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马来一代不能讲阿美族的话，因为我习惯那口就是当兵的时候，就是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个女生，然后蛮久的，然后她因为就是一个移情别恋了，然后我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写了这一首歌，因为要跟她离开，我要北上工作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来纪念我跟她的之间的感情。就是这样。叫做拔奈吗？没有，拔奈是稻穗的意思。我们不要解释这个好不好？这样有点太那个，这样我会哭啊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接下来我带来一首比较快乐的歌曲送给大家。这首歌叫做什么？好像是叫做跟朋友有关系的。对，这个阿美族的那个朋友之间，譬如说我跟这位老师我们是微蛋，可以吗？微蛋的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。对，我今天大家就是来这里跟女巫店里的所有的人，然后当朋友，所以我们大家是微蛋，然后带来这首《微辣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周围气氛需要有你和我一起来带走。皮卡皮卡，别再上气头，你的努力总有一天会比大家来得多。味道味道，都总来最后。真的希望你们没记错。皮卡皮卡，一起来加油，最初与你和我。那个你们有掌声的可以先喝一下，因为那个对，这是一个习俗啦。那个后面的那个两位喝一下，那个摔跤的，不要开玩笑。哈，对，没有那个刚刚那个咕噜咕噜的意思就是以前小的时候，就我跟他比较熟，因为他是以前我国小的同学，我国小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学生。这个不能，反正都灭校了啦，废校了没有关系，我们都可以讲，老师也都那个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就偷喝酒啦，国小3年级的时候，我只能讲那时候，你跟我那个周老麦跟你什么关系？周老麦，没有那个咕噜咕噜的意思就是喝酒，对，那个声音，对，我们本来是要写那个跟汽水有关系的歌，可是为什么我写到这个我也看不懂，对。